棒，好棒！东方艺术团，优秀。哦，优秀！东方艺术团得。卡当卡顺天湖东方艺术团得。
头拿大刀或端刀端刀，系统拿端刀或大刀，系统拿端刀端刀。要进哦，这边是头上面这边上班的哦。正头很长很多。晚上6点到晚上12点。对，我们长正正头很多。金陵真武店绕境活动第3天。
17中3块了啊，哦，17中3块了，咱是上回头啦，哦，17中3块了。较大声会惊到。头都好大。哦，桃园地热线，现在有桃园和热线，到台北到这里，简从桃园来的，桃园地热线。要不要拿平板啊？可以参加天然的艺术庙会还有高级艺术，东方艺术通上一次，现在不是东方艺术通。前面三圣宫嘛，后面呢？大人大轿再加上长轿，有9个人，9个人。水果那么多。7点出发，现在。